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回头要继续过来看，昨有2例确诊的病例，是这个台北艋舺2个地市的小姐，感染源不明。虽然马上来消毒，但是拢无人客敢过去咯。 有店家归去，休困2天，生理歹做咯。啊，昨暝警方嘛去调这个丰达地市的这个监视器，要来找出着进前接触的人客。但是因为这个地点仔的文化，大部分拢是公大制，若是有骹手无够，拢会互相来支援，啊嘛无实名制，所以这确诊的小姐到底接触过偌侪人，要做这个疫调，恐惊是相当的困难。 在昨天传出有2名茶室小姐确诊之后，昨天晚上呢，整个茶室一条街是生意一落千丈，就有店家是干脆休息2天，暂不营业。要确诊的艋舺地点啊，规条街路拢无啥人，就算有消毒，人客慢敢来入。一半啊，大家都不开门了，要登记名字啊，很困难，这个来来去去的。 昨下晡，环保局针对地点做消毒，附近龙山市地区嘛做消毒。到暗时啊，警察装备真胶全，穿红袜、落手套，来到地点调监视器，甲主机规台摸动去，就是要知影到底有偌济人客来过。毋过地点无实人坐，来看因的消费模式，事常是小姐轮流坐台坐15分钟，40个人恐惊真济。 加上地点文化，若是拄到人客多，小姐无够，北京店的小姐买来斗支援，互疫情调查愈困难。加上敢若伫咧艋舺地点就超过160间，以特警在人来算，疫情调查恐惊超过1000外人。调来监视器，嘛敢会当翕到出入的对象，嘛毋知伊是啥人，敢会当用交通工具来找人，或者是地区访问。互即马艋舺当地人，大家拢真惊吓。